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提摩太前書1章15節，基督耶穌嚟世界，係要拯救罪人。呢句說話係可信嘅，係十分可佩服嘅。好清楚嚟到將神獨生嘅兒子耶穌基督嚟到介紹出嚟。耶穌為乜嘢要降生？耶穌降生唔係帶俾我哋淨係聖誕節一啲嘅快樂，飲飲食食，大家送下禮物，放幾日假。唔係，基督降生喺世界，聖經清楚講明係要拯救罪人，救你救我，唔係帶俾我哋一啲暫時肉身叫做嘅快樂，乃係要拯救你脫離將來罪惡永遠嘅死亡，而得生，脫離將來地獄嘅痛苦，能夠上到天堂享福，喺今生做一個新造嘅人，心裏有平安喜樂。耶穌嚟世界係帶俾過我哋全世界嘅人一個咁大嘅福氣，所以耶穌降生係我哋世人一個極大極大嘅好消息。所以當耶穌降生嘅時候，天使就報佳音話：我報俾你哋一個好嘅信息，係關乎萬民，就係今日喺大衛嘅城裏邊為你哋生咗一位救主，就係主基督。呢個真係我哋世間人類嘅一個最好嘅消息。所有嘅發明，所有咧對我哋咧有啲好處嘅，都唔係我哋實在最需要嘅。今日人最需要嘅係耶穌。表面上睇，人好似需要錢，需要糧食，需要娛樂，需要名譽，需要地位，需要享受。但呢啲一切不過係裏邊冇咗耶穌，外邊嘅一啲嘅表現。人知道自己實在嘅需要係乜嘢，人飢飢餓餓，東奔西跑，尋找呢樣，尋找嗰樣，追嗰樣，求呢樣，都係講俾我哋知，人嘅心空虛，冇平安，冇滿足。唔怪得聖經話：人飢餓非因無餅，乾渴非因無水，乃因不聽耶和華嘅說話。呢啲係阿摩司書所講嘅。原來今日人心裏邊嘅飢餓乾渴，係因為冇耶穌。喺世界充滿咗餅，充滿咗水，充滿咗名譽、地位、金錢、享受，但係人嘅心都唔能夠完全嘅滿足，係因為人缺少耶穌。今日我哋嘅世界需要耶穌，今日你需要耶穌。喺你裏邊最需要嘅係一樣，唔係世界嘅嘢能夠填得滿，唯有耶穌能夠填滿你呢個空虛嘅心，唯有耶穌能夠解決你嘅飢同渴。所以耶穌話：我係世界嘅糧，係生命嘅糧食。嚟到我呢處嘅必定不餓，信我嘅永遠不渴。神嘅仔耶穌能夠滿足人嘅心，真真實實滿足人心同埋靈裏邊嘅需要。
所以呢個世界需要耶穌，因為我哋係罪人，我哋需要嘅係一位救主，我哋需要拯救，我哋需要赦免，我哋需要釋放，我哋需要自由，我哋需要平安。一個囚犯，當佢被定咗死罪，將近要行刑嘅日期到啦，佢心中最渴慕、日夜所期望嘅係乜嘢呢？我相信唔係金錢，因為金錢對佢冇乜再生作用，佢將要死，多多嘅金錢同佢有咩用呢？佢需要嘅唔係飲食，佢食到多多點呢？佢要死亡，唔係一套靚嘅衣服，着得靚一靚，不過亦係送到死嘅地方。佢需要嘅唔係好嘅名譽，唔係地位，都唔係好舒適一個享受嘅監房。佢所最需要嘅係釋放，釋放。但係一個被定咗罪嘅人，又點能夠釋放呢？除非有人去代替佢死亡。今日你係一個被定咗罪嘅人，因為我哋犯咗罪，我哋思想、言語、行為，手所做，腳所行，心所處，我哋一切嘅生活證明我哋係一個被定咗罪嘅人。呢啲一切都不能滿足我哋嘅心，喺我哋裏邊冇真正嘅平安同埋喜樂。我哋覺得我哋做咗金錢嘅奴隸，我哋做咗一切娛樂嘅奴隸，我哋被呢啲名譽享受所俘虜。正如聖經話，我哋都好似瞓喺呢個惡者嘅手下。我哋今日需要嘅係拯救，係釋放。有人將我哋從罪惡當中救出嚟，釋放我哋脫離將來永遠嘅死亡。但係多謝愛我哋嘅神，佢知道我哋所需要嘅係乜嘢。佢知道呢啲世界不能滿足我哋嘅心，佢知道人類所需要嘅並唔係真實需要金錢，並唔係真實需要名譽享受。不過呢啲好似一種嘅代替，暫時嚟到呢解決下我哋裏邊嘅問題。人心靈裏邊最需要嘅係救主，係耶穌，係釋放，係赦免，係真實嘅平安同埋喜樂。今日呢啲係世界所冇嘅，但係神將佢獨生嘅兒子耶穌叫佢嚟世界，就將拯救臨到我哋，將福氣臨到我哋，使我哋今日世界上嘅人有盼望。雖然喺地上冇辦法揾到完全滿足我哋嘅心，解決我哋嘅問題，俾我哋有平安喜樂，但係我哋喺主嗰處有，因為主話在我裏邊有平安，在世上你哋有苦難，但你哋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咗世界。所以耶穌能夠做我哋嘅救主，因為佢勝過世界，佢勝過罪惡。人到耶穌嗰處嚟，人嘅罪就得赦免，因為耶穌係罪人嘅救主，為我哋釘死落十字架，死而復活，除去人嘅罪。所有肯謙卑悔改，承認自己係罪人，而真心接納耶穌做救主嘅人，佢都可以得着神嘅赦免，都得着神所俾赦罪嘅喜樂同埋平安，都能夠得永生，唔使落地獄。呢啲說話係可信嘅，係十分可佩服嘅。你有份，我有份，全世界嘅人都係神拯救嘅對象，除非你自己唔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，咁樣神嘅拯救就同你無關。
因為冇病嘅人唔需要醫生，有病嘅人然後用得着。有罪嘅人需要耶穌，因為耶穌係罪人嘅救主。冇罪嘅人唔需要耶穌。所以你要得到平安，得到喜樂，得着罪赦免，要逃避將來永遠地獄嘅滅亡，你必須第一樣謙卑，承認自己有罪。一個唔承認自己有罪嘅人，絕對不能夠得救。你必須承認自己係個罪人，好似個病人必須承認自己有病，然後可以得到醫生嘅醫治。同樣，你需要謙卑落嚟，承認你嘅罪。耶穌就係你嘅救主，佢係企喺你嘅心外，佢要敲你心中嘅門，佢正係要入嚟做你嘅拯救。基督耶穌降世係要拯救罪人，佢要救你，現在救你，你肯唔肯呢？如果你肯，你將你嘅心門打開，耶穌現在要進入你嘅心，你要得着赦罪嘅真正嘅喜樂、平安，同埋唔知道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呢個何等大嘅福氣！所以基督耶穌降世真係我哋嘅福氣，因為佢嚟到拯救罪人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在罪人中，我是有罪苦，天天我忘了憐憫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在罪人中，我是個罪魁，然而我忘了憐憫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。在罪人中，我是個罪魁，然而我忘了憐憫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